关注的上限1万了，关注的上限1万人，10.0K，那可以连接到YouTube 频道啊，可以连接到 YouTube 频道，点按这个网址这一行，连接到 YouTube 频道，可以订阅啊。内容很多了，你这一行按下去，这一行已建立的播放清单按下去，有700多项呢。按下去哦，有700多项，道场教育、读经教育、读经闽南语读经、国语读经、英文读经、学生参考资源、网络资源推荐分享、艺术啊、文学、表演啊、台湾庙会、学生参考资源就很多了，道歌啊，也有直播的，有短片、热门上传影片、观看次数比较多的。3月3专业上堂，现在画面第一个，在中影词汇堂免费义诊，中影词汇堂的免费义诊。